我係娛樂珠記者，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真正感人肺腑嘅故事。喺呢個充滿八卦同緋聞嘅娛樂圈入邊，難得有一對夫妻用真情實感打動我哋每一個人。黃翠如同蕭正楠呢對模範夫妻，最近因為一段關於產後危機嘅分享而再次成為焦點。但係今次唔係因為咩負面新聞，而係因為佢哋展現出嚟嘅真摯愛情同埋面對困難時嘅堅強態度。黃翠如喺生產過程中遇到咗嚴重嘅健康問題，呢個本來應該係人生最幸福嘅時刻，卻變成咗一場生死考驗。作為一個準媽媽，黃翠如喺懷孕期間已經承受住巨大嘅心理壓力，而生產時嘅突發狀況更加令全家人都陷入恐慌。從娛樂圈嘅角度嚟睇，女藝人懷孕生仔本身就係一個充滿挑戰嘅過程，佢哋要面對身材走樣嘅擔憂、事業停頓嘅壓力同埋外界嘅關注同評論。而黃翠如作為一個資深藝人，佢嘅每一個決定都會被放大檢視，呢種壓力可想而知有幾大。但係最令人感動嘅係喺呢個關鍵時刻，黃翠如展現出咗一個母親嘅偉大。即使面對生命危險，佢最關心嘅依然係肚入面嘅 BB。呢種母愛嘅偉大真係令人動容。而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就係蕭正楠喺片段中嘅情感流露。呢個平時喺熒幕前總係一副陽光男孩形象嘅男人，喺講到老婆差啲有危險嗰陣，竟然忍唔住落淚。呢滴眼淚係真正男人嘅眼淚，係愛情最真實嘅表達。蕭正楠喺片段中分享嘅內情，讓我哋睇到咗一個丈夫喺妻子面臨危機時嘅無助同埋堅強。佢一方面要安慰老婆，另一方面又要承受住巨大嘅心理壓力。呢種兩難嘅處境，相信好多男人都會感同身受。從佢嘅分享中，我哋可以感受到佢對黃翠如嘅深深愛意。佢唔係嗰種只會講甜言蜜語嘅男人，而係會喺關鍵時刻用行動證明愛情嘅好男人。呢種愛情喺現今呢個浮躁嘅社會入面，真係彌足珍貴。喺娛樂圈呢個充滿誘惑同變數嘅環境入面，黃翠如同蕭正楠呢對夫妻一直都係正能量嘅代表。佢哋嘅愛情故事，從拍拖到結婚到生仔，每一個階段都展現出咗真摯同埋堅定。特別係喺呢次嘅危機入面，佢哋更加證明咗真愛嘅力量。當困難來臨嗰陣，佢哋冇選擇逃避，而係選擇咗面對。蕭正楠嘅支持同陪伴，成為咗黃翠如最大嘅精神支柱。而黃翠如嘅堅強同勇敢，亦都令蕭正楠更加確信佢選擇咗一個值得愛嘅女人。呢種相互支撐、共同面對困難嘅愛情模式，係現代夫妻關係嘅典範。佢哋用自己嘅經歷話俾我哋聽，真正嘅愛情唔係風花雪月，而係喺困難面前嘅不離不棄。成為父母，對於任何一對夫妻嚟講，都係一個全新嘅挑戰。而對於藝人夫妻嚟講，呢個挑戰更加係雙重嘅。佢哋要平衡事業同家庭，要面對外界嘅關注同評論，同時又要學習點樣做一個好父母。從片段中可以睇到，黃翠如同蕭正楠喺育兒過程中都遇到咗唔少困難，但係佢哋選擇咗坦誠分享，呢種勇氣值得我哋敬佩。佢哋唔係想博取同情，而係想用自己嘅經歷去鼓勵其他面對類似困難嘅夫妻。特別係黃翠如作為一個新手媽媽，佢要面對嘅挑戰更加係多方面嘅，身體嘅恢復、心理嘅調適、育兒技巧嘅學習，每一樣都唔容易。但係有蕭正楠嘅支持同埋鼓勵，佢哋一步步克服咗呢啲困難。作為娛樂珠記者，我一直都相信娛樂圈需要更多正能量嘅故事。黃翠如同蕭正楠啦，對夫妻用佢哋嘅真實經歷，為我哋帶嚟咗滿滿嘅正能量。首先，佢哋嘅愛情故事證明咗喺娛樂圈呢個複雜嘅環境入邊，真愛依然存在。佢哋冇因為名利而迷失自己，反而係用愛情去滋養彼此。呢種堅持值得我哋學習。其次，佢哋面對困難時嘅態度更加係令人敬佩。佢哋冇選擇隱瞞或者逃避，而係勇敢咁面對，並且願意分享出嚟，鼓勵其他人。呢種正面嘅人生態度係我哋每個人都應該學習嘅。最後，佢哋對家庭嘅重視同埋對育兒嘅認真態度，都展現出咗現代藝人嘅責任感。佢哋明白作為公眾人物，佢哋嘅言行會影響到好多人，所以佢哋選擇用正面嘅方式去影響社會。睇完呢個故事，我深深咁被感動咗。喺呢個快節奏嘅社會入面，我哋經常會忘記愛情最初嘅樣子。
但係黃翠如同蕭正楠用佢哋嘅真實經歷提醒咗我哋，真正嘅愛情係乜樣嘅？真正嘅愛情唔係只有甜蜜同浪漫，更多時候係喺困難面前嘅相互扶持。真正嘅愛情唔係完美無瑕，而係喺不完美中尋找完美。真正嘅愛情唔係轟轟烈烈，而係細水長流嘅陪伴。希望黃翠如同蕭正楠一家人可以健健康康、幸幸福福，亦都希望佢哋嘅故事可以鼓勵到更多嘅人去相信愛情，去珍惜身邊嘅人。各位，如果你哋都俾呢個故事感動到，記得 like 同 share，等更多人可以感受到呢一份正能量。